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今年度咱关于圣神系列的讲道，咱今仔日已经进入到第24讲。伫前几礼拜，咱有连续讲到圣神的洗礼、圣神的压冠、圣神的内住、圣神的充满。因为即几个要紧关于圣神甲咱中间的关系，咱就明白也就了解。今仔日咱要继续讲的是圣神的元素。圣神甲你中间有一个关系，就是伊要送你礼物，要互你有一种特别的能力，互你即个能力会通互你的灵性得到成长，上时会通来造就别人，造就教会。所以圣神的元素对着咱个人来讲也好，对着整体教会也好，拢是非常重要。可惜常常受到咱的忽略。捌有一份调查的报告，讲一般的教会内面，平均只有无到10%的兄弟姊妹参与伫服侍。大多数的兄弟姊妹，圣神有恩赐予因，总是因无好好用这个恩赐来侍奉上帝。这毋是你个人的损失，嘛是教会整体的损失。还佫有时阵，咱有得到圣神的恩赐，总是咱无好好使用伊，咱得罪圣神，咱家己毋知影。当圣神的恩赐是啥物货，咱会通来做一个了解。特别，咱会通做一个对比，就是咱教着天生的才华中间的无共款。创造人的上帝赏赐侪好物，互世间人。有一寡恩典是通过伊所创造这个大自然来普遍赏赐互每一个人。譬如讲，咱透早起来，咱吸着新鲜的空气，咱每一工所啉的水，拢是上帝互人的恩赐。上帝嘛，赏赐一寡人，互因有一寡自然天生的才能。这类的恩典，咱会通该称作是普遍的恩典，也是自然的恩典。还佫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通过圣神赏赐信徒，甲着救赎相关超越自然之上的恩典。譬如讲，咱的罪得到赦免。咱得到定头生，咱互上帝称作义，咱的生命开始会通成做圣洁，还佫有咱会通得到上帝所永远的生命，以及上帝伫咱的灵性生命中间，要赏赐咱特殊的气力，互咱会通来做一寡特别的代志。咱称这个叫做超自然的恩典，也通称伊做圣神的恩赐。也是属灵的元素，天生的才能，甲着一个人自然的遗传的基因有关联。是上帝创造大自然时阵，赏赐予人类的恩典。用李白这个诗人所讲的话，伊讲：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帝也是讲老天，予我有这种的才华，会通的确有伊的用途。这种天生的才能，互人伫无共款的领域内面，会通有一个特别的表现。譬如来讲，有人伫科学、伫数学方面有这款的才能；有人伫音乐、艺术方面有特殊的才能；有人伫运动、体能方面有特殊的才能。最近咱看奥运，咱看见侪这的运动员，因的运动、体能方面拢有特殊的才能。有一寡人伫语言沟通方面有特殊的才能。若通善用这个天生的才能，一个人会通活了多彩多姿，同时也通促进人类整体的进步。总是圣神的恩赐，甲着天生自然的恩赐无共款。圣神的恩赐是一个人当伊相信耶稣基督，伫主的内面得到定头生以后，上帝通过圣神所赏赐予伊特殊的能力。目的是要互伊的灵性的生命会通得到成长，毋通永远敢若是一个婴仔，会通灵命得到成长，长大成熟，上时开始会通去帮助别人，造福别人，服侍别人，
来造就教会，见证基督，荣耀上帝。基督徒一生中间介大的目标，也通互你的心真正得到灵性欢喜的，是你所做的代志，真正会通荣耀上帝。上帝通过圣神赏赐咱恩赐，就是要互咱会通用这恩赐来荣耀伊。但这两个中间有真大的差别，咱会通讲天生的才能是以受造的大自然，也是讲咱人类所活的世间的社会，成做伊表现的一个舞台。若是圣神的恩赐，是用上帝国度，甲着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成做伊服侍的一个场所。这两个无共款，咱检测会通过一寡例来做一个说明。咱知影有一寡人天生落来，伊就有一寡演讲的能力，有一寡演讲家，嘛有一寡报道家。演讲家也好，也是好的报道家也好，因拢有演讲的才能。演讲家伊讲了头头是道，互人感动，互人佩服。伊嘛通讲道，若是有机会时阵，总是如果若无圣神的恩赐伫伊身上，随望伊讲到非常好，伊讲的互人会通接受，总是只不过是传达一寡圣经的知识、宗教方面还是生活方面的财物，伊无法度引带人真心悔改来归应上帝。若是一个有圣神恩赐的报道家，检测伊嘛会通有真好演讲的才华。拢是当伊开始讲道的时阵，才会上帝予伊的恩赐，会通展现出圣神的权能，互人悔改，互人相信主，来归向基督。咱会通举一个极端的例来做一个说明。咱拢听过希特勒，咱嘛捌听过一个报道家叫做这个格里汉牧师。希特勒伊是一个真有演讲才华的政客。伊每一摆演讲的时阵，充满了煽动力。当初是整个德国伫伊的演讲中间受到真大的改变，总是咱看起伊最后所带予整个德国的是惊灭亡。但是格里汉牧师，伊嘛真好演讲，伊演讲不只有内容，总是当伊咧传讲信息的时阵，会通带来人生命的改变，带来教会福音，引带人归向上帝。圣神的恩赐甲天生的才能袂通互相替换。不过有一项咱会通注意，就是圣神会通将一个人天生的才能，甲伊分别做成，互伊转变成做服侍上帝、造就别人这种的气力。伫教会史中间有两个足出名的讲道者，一位是斯布真，英国人，伊天生就真好讲道，就真好讲话。上帝佮拣选伊，互伊即种天生的才能，得到圣神的膏抹。你到每一个人听伊讲道时阵，毋也是敢若听到一场非常杰出演讲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内容。上时，迄个内容是会通改变人的生命。目的是美国人通我讲伊无啥物款口才，讲话结结巴巴，有时阵伊咧讲话时阵，文化常常讲毋对。互人甲伊纠正，总是圣神却充满伫伊。目的每一摆讲道的时阵，拢足侪人受到感动。伊甲斯布真共款，随望一个真好有口才，一个真无口才，总是当两人讲道的时阵，因拢会通引带人来归向上帝。有人认真来读新约圣经，到底圣神赏赐人恩赐，拢总有几项？一来解列出，有人讲拢总有27项。不过，与其讲圣神只有27种的恩赐，咱不如讲圣神的恩赐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多彩多姿。亲像彼得所讲的，这是上帝百般的恩赐，百般的恩赐是非常的多到你袂通算。提起到伫圣神的恩赐，伫新约圣经中间介济就是保罗先生。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4节到第8节，哥林多前书第12章28节到31节，罗马人书第12章第3节到第8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4节到11节，伊拢总列出4份的清单。
如果咱将这4份清单甲伊放做伙，彼此中间有重复的，甲伊放一边，然后将迄个性质共款，也是本身内容共款的，甲伊放做伙，咱会通将圣神的分数，甲伊分做3个范畴。第一个范畴就是这种启示性的文书；第二种咱称作是证据性的文书，也是记号性的文书；第三种咱称作是造就型的文书。咱来看第一项启示性的文书。启示性文书是讲上帝通过圣神，互人得到启示，关于真理的启示。得到这款文书的人，伊会通明白，伊会通了解、体会上帝真理的启示。这种的文书有包括3个，包括智慧的话、财物的话，甲着讲预言。智慧的话，就是讲一个人得到圣神的文书的时阵，上帝互伊会通明白伊的真理，同时佮赏赐伊特殊的口才，将智慧的话放伫伊的喙内底。所以，当伊咧教人传讲上帝的真理的时阵，咧见证耶稣就是基督的时阵，充满了讲话的气力。圣经中间有2个人会通互咱看起关于智慧的话，即种的例。第一位就是司提反。司提反伫当初时只不过是一个执事，总是当伊开始传讲上帝的话时阵，圣经安尼描写，讲司提反用智慧甲圣神在讲话。所以，甲伊讲话人无法度抵挡伊所讲的话，因讨厌伊，总是因无法度互伊讲伊所讲的是毋对。同款的情形也发生伫保罗。咱知保罗原本是律法主义、甲伊强烈的支持者，总是当伊拄着耶稣基督以后，上帝通过一个人为着伊换手，互伊接受圣神，圣神临到伫伊，伊也得到这种启示性。智慧言语这种的才能，圣经安尼描写，讲当伊开始到伫大马士革，拄是伫大马士革伫个所在，伊悔改来信主。大马士革真侪遮犹太人甲伊做辩论，无一个人会通辩赢保罗。保罗伫众人的面前，用智慧的话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第二种，咱称作是财物的话。是讲圣神通过密示、通过梦，也通过一寡异象，有时阵通过一寡图画来人讲话，互人有能力知影一寡特殊的财物。譬如讲，知影一寡人伊心内所蕴藏的罪；譬如讲，知影一寡人伊可能患什么款的病，也是伊这个人有潜在危险。彼得就有这款的文书。所以，当阿拿尼亚甲撒拉菲这对夫妇，因讲阮将阮的财产拢卖掉，然后阮将全部钱拢要来奉献。事实上，因无全部奉献，因留下真侪互家己，总是因欺骗使徒、欺骗圣神，讲因有奉献。彼得一个手就知，伊就知因所讲的白贼，伊知因心内所蕴藏这种的歹意。所以就对因严严来责备因。财物的言语，财物这种的话，是上帝互咱得到了后，知影一寡人毋知的物件。第三个，咱讲是讲预言这种的文书。圣神嘛通赏赐人有能力会通看去，详细讲出一寡马上可能发生的代志。对着这个文书，有一位先知，伊的名叫做阿加布。伊捌预言讲，伫明年的确伫这个所在要发生大饥荒，果然到伫明年的时阵，饥荒就发生。保罗先生甲伊见面的时阵，伊真无客气，伊摕着保罗的腰带，甲伊提起来，然后将伊的手、将伊的骹绑咧。伊安尼讲，圣神安尼讲，犹太人伫耶路撒冷要安尼来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就是保罗，要将伊交伫外邦人的手。这个代志还未发生，总是阿加布已经保罗来讲。果然，保罗对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伊拄着这款的苦难。这3个咱称作是启示性这种的文书，
互人特别得到关的真理、关的财物、关的将来所要发生代志，即种的文书。但第二个范畴，咱称作是证据性的文书，也是记号性的文书，是讲圣神赏赐人有特别的权能力，会通来完成一寡有新力即种性质的使命，成做一个记号，成做一个凭据，证明上帝的权能来显现。这个文书有不止这，譬如讲会通分别无共款的灵，也是讲大大的信心、医病、行异灵，也是讲行神力、讲方言，也是翻译方言。但分别无共款的神，这是圣经中间互咱知的一个要紧的代志。约翰一书甲咱讲，亲爱兄弟，一切的神、一切的灵，你唔通拢信，恁着爱试验。这个灵到底是毋是出自上帝？因为这个世上有侪假先知，背后影响因的毋是圣神，背后影响因的是邪恶的神。辨别无共款的灵，就是会通分别到底某物人咧做某物代志，也是伊讲某物话，是出自上帝的神，也是出自伊家己的灵，也是出自邪恶的神。检查的时阵，有人精神出现状况。无法度判断到底这个人到底是精神病，也是去互鬼附身。那分别诸灵的文书，伊一个看，伊就知。一个人咧传讲侪道理，到底伊所讲的这个道理、这个教义，伊是出自上帝真理的神，也是魔鬼欺骗的灵。这个分别诸灵的人，这种文书会通来做一款的分别。但线接讲到信心。信心的文书是讲上帝赏赐一寡人有足大即种的信心，会通来完成介起头看起来无可能去完成的遮的代志。即种的信心，甲咱得救的信心有无共款？得救的信心是讲你有信，然后你得到拯救，上帝请你做义。那即种的信心是服侍的信心，上帝要互你大的代志来服侍伊，所以伊有轻大大小的区别。信心愈大的人，所会通完成的代志，所会通完成的服侍也愈大。出名的一个慈善家，也是一个教会的领导者 George Miller， 伊是19世纪英国基督教兄弟会的一个领袖。有一回，伊读到诗篇第81篇第10节，这段经文安尼讲：你着大大开喙。我着大大甲你充满。伊读到即句话的时阵，伊心受到真大感动。伊看到一个异象，上帝爱伊去创办孤儿院。伊相信圣神赏赐伊足大的信心。伊讲我会通办全世界介大即种的孤儿院，因为迄个时阵英国真侪遮的孤儿。伊相信上帝会供应一切。所以，当伊拄着困难、拄着需要时阵，伊立一个心志，讲我除了向上帝大大开喙来恳求以外，我无要向任何一个人来表达这个需要。整整服侍60冬，伊无向任何一个人来讲我需要募款，伊干那凭着信心，上帝供应伊，伊拢总养饲10024个孤儿，这是信心的文书。线接是讲医病的文书，信心嘛通赏赐一寡人有神奇的力量，会通为着人来医治。通过换手，通过抹油，通过简单的命令的一句话，就会通互病人的病得到医治。青眉通看去，矮狗通讲话，臭耳的通听去，歹脚的会通起来行路。长底脚的会通得到恢复，身上这个癌细胞突然间来消失。20世纪美国有一个出名的牧师，伊名叫做 Oral Roberts， 伊得到一款医病的文书。伊原本伫一间足细间的教会咧牧会，有这个文书了后，开始为着伊的会友来祈祷，侪人因为伊的祈祷通得到医治。线接足侪无共款地区的会友，拢来到这间教会。他这间教会非常的小，无法度容纳遮尔侪人，所以因就只好去做附近的体育馆。
每一届聚会拢超过1万人以上。医病即款的文书，伫咱即个时代，咱犹原会通看见。我所认捌有2位信仰的前辈，拢是真好的牧师。其中有一位，伊原本就是长底骹，伫一届聚会中间，有一个牧师替伊祈祷，伊得到医治，伊的长底骹恢复正常。迄个另外一位，我非常敬佩的牧师，伊少年的时阵得到怪病，送去病院，医生讲无效，无法度医好，只好搁甲伊送倒去。伊的老母流目屎，伊不忍心，伊心爱的囝就安尼来死去。拼命为着伊祈祷，日也祈祷，暝也祈祷，无几日，伊得到医治。伊的父母因为这个缘故，将伊奉献给上帝。后来，伊成做一个足出名的牧师。线接行异灵这种的运势，行异灵就是行神业甲技术，就是互人有这种的关联，会通超越。一时的超越自然的现象、自然的规律，行神力技术这种的关联，来达成上帝疼人、拯救人、帮助人的旨意甲目的。伫圣经中间，这方面的异灵非常的多。摩西有这款的异灵，伊吩咐红海就分开；伊吩咐石盘就出水。天降玛纳。耶稣基督要将水变做酒，耶稣基督要命令风甲海涌停止，伊要行伫海面上。这新约技术伫圣经中间常常记载，伫教会史中间也常常出现。总是咱爱知影一项事，新约袂常常出现。那常常出现就毋是新约，新约搁较袂随便出现。新约出现是要为着荣耀上帝。来显明上帝的关联，显明咱所相信这位上帝，毋是干那一个自然的力量，伊是超越伫自然之上的力量，伊是创造的主，伊是救赎的主，伊是阿尔法，伊是欧米伽，伊的关联超越伫整个大自然之上。一个人若无相信有创造的主，一个人若无相信有救赎的主，这个人无可能相信真理。总是一个人，伊真实相信有一个创造的主，上时是一个救赎的主。这位主是阿尔法，这位主是欧米伽，你就会相信上帝伊有关联，赢过整个的大自然。线接是讲方言的运数，讲方言的运数真特别，就是上帝互人会当有种超自然的方式，突然间会通讲出。伊毋捌学过即种外国的语言，也是伊会通对伊的喙，特别是对伊的嘴来讲出伊家己本身嘛毋知影到底咧讲啥物款即种的嘴的音，咱讲舌音。这是讲方言。伫后一届的讲道中间，因为讲方言即个代志，即个文字真特别，所以伫牧师后一届的讲道中间会详细来说明。除了这个讲方言的文字以外，佫有一个叫做翻方言的文字。就是讲你原本嘛毋知影这个这种方言到底是啥物货，总是伫圣神的引带下面，你会通用你家己所知影的语言，将你所听到这款的方言，该翻译出来，互其他的人会通来了解，到底这个讲方言的人，到底伊咧讲啥物货。英国出名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注解家。上时嘛是一个报道家，伊做真侪圣经方面的讲解，叫做大卫·浩森。伊捌提起伊家己本身亲身的一个经验，伊捌去参加一个聚会，伫聚会半中途的时阵，有一个信徒突然间起来讲方言，大多数的人拢毋知伊到底咧讲啥物货。伊讲了后，突然间佫有一个兄弟起来替伊翻译。伊看即个兄弟，讲即个兄弟。其貌不扬，看起来敢若无啥物财物，无啥物款学问，总是这个人竟然会通起来翻译。这个讲方言的人，伊讲的是希伯来话，显然伊毋捌学过希伯来话。这个替伊翻译的人，将这个希伯来话翻译做英文，显然伊嘛捌读过希伯来文，总是一个讲方言，一个翻方言，内面的内容拢是咧学罗上帝。
所以激励了伫在场所有兄弟姊妹，通过这个方言甲翻译方言，大家同心伫敬拜上帝。但这是第二个范畴，就是讲特别敢若亲像一寡新约发生的代志，即种的文书。当第三种，甲咱日常的生活特别有关联，称作是造就性的文书。即种的文书，想说互人是要来造就教会，互教会每一个肢体拢会通得到帮助。其中有做先知讲道，有传福音，有牧养，有执事，有教导，有劝勉，有施舍，有治理，甲着人民人。做先知讲道，就是讲一个人伫上帝的引带下面，会通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将先前人无去了解到、无去注意到上帝的话语中间稳重的意义来传讲出来。那伫保罗时代，当初是咧聚会时阵，做先知讲道，毋是亲像咱即马一个牧师咧讲道，按头讲到落尾，毋是。因当初是当初大家咧聚会时阵，然后圣神感动某一个人，伊就起来传讲上帝话语。即人讲了后，第二个人较来讲，然后第三个人较来讲。当咧讲的时阵，因为有上帝话语来显明上帝的心意。就将伫遐咧听者的讲道的人，因心内所稳重的稳静会通显露出来，因为安尼，因通得到安慰，得到劝勉，因的信仰也得到造就。保罗先生特别强调，做先知讲道非常要紧，因为做先知讲道会通造就教会。这嘛是安怎？今仔日咱大多数教会非常重视这个讲道，伊认为做先知讲道会通造就教会，所以伊要求信徒每一个人拢爱追求介伟大圣神的文书，就是听。除了追求这个听、这个介大的文书以外，也要切切刻无做先知讲道。兄弟姊妹，我感谢上帝，伫咱中间有人会通做先知讲道。我也期待咱的教会真正侪人会通来做讲道这款的事奉，因为这会通来造就咱的教会。线就是讲福音传福音这款的文书，就是一寡人领受上帝呼吁的能力，所以伊受到上帝的差遣，进入到伫非信徒中间，也未信的中间，伫遐来传讲主的福音。因为因的好所行，也因为因所传的好信息，会通引带侪人来相信耶稣。有一寡人因的心真正对着人的灵魂的得救有正大的负担。所以因欢喜将福音传予别人，上帝也将文书赏赐予因。线接是牧养的文书，是咧讲人有一种的能力，亲像一个牧者咧照顾羊群共款，带领信徒行往上帝救恩的道路，照时间分粮来养饲这的信徒，保护因无受到伤害。中间若有人受伤、有忧伤的人，会通带予因安慰。线接是职事的文书，职事原本的意思就是服侍、服务，就是这个人做代志特别勉励、特别有效率，所以伊会通帮助需要的人，会通侍奉这个正人，会通推行教会杂地地各种事务的工作。以咱教会来讲，咱的教会有8个部门，咱有总务部，咱有财务部，咱有教育部，咱每一部拢有足侪事工爱做。有人爱伫后壁所在负责这个影音的系统，有人爱控制这个麦克风，有人爱负责这个摒扫。我常常看到咱中间有一个兄弟，每一届咧食饭的时阵，伊拢特别准备这个这个茶，互大家啉。伊点点咧做代志，互你看了会感动。感谢上帝伫咱教会中间，确实有一人因欢喜来做职事的工作，因欢喜将上帝呼应伫特别的方面有一寡才能，因欢喜来做这款的事奉。线接是教导方面，教导方面就是上帝予伊特别教导这款的才能，互人会通明白上帝的真理，伊会通分析，伊会通传讲上帝的道理，特别是这个道理安怎伫生活中间来运用。咱的教会嘛有主日学，这个主日学就是咧做教导的工作。
我也感谢上帝，伫咱过去咱中间有一个做得好的老师，因带予咱教会真理的教导非常有大的帮助。线接是讲到劝勉这款的文字，劝勉的意思就是将人招好来到伫你的身边，互伊劝告，像是互伊勉励。劝告伊啥物货？你有做一寡代志毋对哦，你着离开才会错误，离开才会做。勉励啥物货？勉励你着遵行上帝的诫命，激励因伫信仰上幸福伫基督下面。线接是讲施舍这款的文字。上帝有诶时阵，互人好业，互人有财富。遮个人毋是亲像一寡当生诶人，伊有钱，敢若为着家己享受。遮个人因欢喜施舍，就是因非常诶慷慨，将上帝好因遮个财富欢喜捐献出来，来推动各种无共款诶圣工。有诶时阵，因咧帮助一寡生活上丧享诶人，也是财务上拄着困难诶人，因来进行即种诶施舍。也是经济、治理的文书，这是领导的阶级。治理就是管理、领导的意思。教会要有一个方向，教会有共同的一个目标，有共同这个共同的事务。要安怎，或者个事务是伫规矩内面来进行。上帝赏赐人有治理这种的文书，会通帮助教会来做好的治理。最后一个叫做人民人的文书。兄弟姊妹，人民人嘛是种的文书，就是你对着别人拄着的艰苦，伊的苦难，伊特别的困境，你特别感受敏感。人咧讲一句话的时阵，你就已经知影讲这个人有拄着困难。你对着伊有同情的心、慈悲的心、怜悯的心，会通采取具体的行动，互伊适当的安慰甲帮助。那遮个拢是伫日常生活中间、教会生活中间。会通造就人的文书。保罗先生讲，圣神的文书非常的多。那圣神显明伫人身上，是要互达人拢会通得到帮助。或者讲，圣神的文书就是种能力的文书，要互人得到帮助。过咱就知，圣神是照着家己的意思，毋是照着咱的意思，伊将这文书互达人。所以你袂当讲我要这个文书，我就得这个文书，毋是。是圣神照着伊家己的意思，照着伊家己的自由来分互达人。有人得到这个文书，有人得到迄个文书。无共款的人得到无共款的文书。圣神将这个文书互某某人，是要互伊有特别一款的才能，会通来做因普通时可能做袂到，也是无可能去做的代志。譬如来讲，某某人伊得到医病文书，你较有可能替人医病，就是当圣神将这个医病文书互你的时阵。你为着别人祈祷，迄人竟然会因为你的祈祷来得到医治。有一寡人原本信心非常的软弱，拢不管是咧烦恼，不管是咧吐气，总是圣神赏赐伊信心的文书，伊就变做非常的刚强，毋也是家己会通徛了在，会通帮助信心软弱的人。过去一寡人毋敢讲话，要叫伊讲道，拢毋敢担当，总是圣神的文书赏赐互伊。伊会通清楚大胆来讲道，充满了圣神的温膏甲观念。圣神的文书是要互人伫伊带领下面、引带下面，会通人彰显对上帝来的快乐。但是人毋是会通操纵这的文书，所以咱袂通决定什么时阵伊会通彰显。咱只不过是伊的管家，咱爱善用伊，但是伊的主人是圣神，所以咱只会通圣神来开放。互圣神照着意思，伫咱的心上来运行。兄弟姊妹，所有文书，无论是大，无论是小，拢有一定的功用甲伊的重要性。信徒逐人伫主的面前领受这无共款的文书，着忠实伫所有主互你的这个交托。咱着尽咱家己本身的能力，做好文书的管家，毋通推卸上帝互你的责任。你也无需要去嫉妒。别人得到的文书，因为圣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见证基督，造就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身体有侪侪无共款的机体，信徒领受无共款的文书，就是要发挥无共款的功用，互这个身体会通得到健全。所以毋通因为你所得的文书无共款，
伫遐互相比较、互相排斥，咱反正是爱互相来合作，来发挥整体的功能。所以保罗先生咧讲到圣神的温顺的时阵，伊特别用身体来做比喻。伊讲咱的身躯有侪侪无共款的机体，有手、有骹、有目睭，无共款的机体有无共款的功能。所以伊讲，你毋是手，但是你手袂通对骹讲我无欠用你，骹嘛袂通对其他的器官目睭讲我无欠用你。若是全身躯拢是目睭，咱要对倒位人听声？若是全身躯拢是耳孔，咱要对倒位通看见物件？咱要发挥身体完整的功能，就爱互每一个机体拢发挥特殊的功用，而且就爱互相合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上帝的圣殿。每一个基督徒是这个身躯顶的一个机体。有人所徛的目睭所徛的位置是咧做目睭；有人是咧做手；有人是咧做骹。这个躯体甲躯体中间，若法度结连做伙，就有法度互整个的身躯做好的运作。保罗迄个时代，有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执政官，伊捌用这个做一个比喻。伊讲身躯内面有足侪无共款的机体，其中伊讲有一个胃，所以有一天，这个机体就彼此咧讲话。伊讲这个胃介好康啦，所有的享受拢到胃遐啦，咱食的物件拢到伫胃遐啦。所以手伊摕物件，喙剥物件，到伫落尾拢到伫这个胃遐，拢干那胃咧享受。伊讲安尼袂使，咱就互这个胃枵一下。所以手无爱摕物件。手摕物件到伫喙嘛歹剥所以就无物件通去食要互即个胃吃一点苦头安尼所以即个胃就巴肚枵无物件通食，拢是无久了后，即个手嘛无力，喙嘛无力，骹嘛无力，规身躯拢无力。即个比如咧甲咱讲，身躯是一体，要互相合作。若无互相合作的时阵，所损害的是整个的身体。保罗先生特别对着哥林多教会做一款的吩咐，特别用身躯来做这个比喻。一方面是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一方面也因为当初时哥林多教会未少人领受上帝好的恩赐，总是这个恩赐，因毋是谦卑来领受，因是自我夸耀。你看我这款的恩赐，你无？因用家己所领受这款的恩赐，看袂起别人，也无愿意甲别人合作。最后造成教会的混乱。属灵的恩赐、圣神的恩赐会通造就个人，但是毋是要互个人伫这个所在来夸耀家己、满足家己，是伫咧造就别人的时阵、造就教会的时阵，你得到造就。咱检查会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这种整体的概念。咱会通用马赛克这种的图画来做一个说明。咱知马赛克是种特别的艺术，伊是用侪侪无共款颜色的细粒石头所构成。一群颜色共款，比如讲拢是青色的，拢是红色的，也是拢是这个粉红啊色的等等无共款的石头，甲结做伙，伊组成一个这个区块一区然后这个区块甲迄个区块互相结合了后，拼凑最后结合成做一个完整的图画。咱看见这张图就是中国世纪的时阵伫金字塔顶大帝的教会内底，咱看到的一个马赛克的一个图画。构成这个图画是拢一粒一粒细粒的石头。你若将这粒细粒石头给摕出来，这粒石头无价值，总是当这个细粒石头甲做伙时阵，放伫适当的所在时阵，伊会通完成一个完整的图画。圣神想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有恩赐，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若将咱的恩赐贡献出来，共同有这个耶稣基督的身躯，为了造就耶稣基督的身躯，这种的态度、这款的环境，伫这个所在同齐合作的时阵，同齐来服侍的时阵，毋是你服侍你的，我服侍我的，咱彼此无交集，彼此互相看清对方。咱若安尼的时阵，就无可能形成一个水的基督的形象。总是当咱真实，毋也是咱家己本身尽咱应该的责任，咱也欢喜甲别人同心来合作，同齐来服侍，咱就通伫咱的教会
来彰显基督的形象。兄弟姊妹，咱 CTBC 有彰显基督荣耀形象伫咱中间无？当一个信徒若咧夸耀家己属灵的温素的时阵，伊是咧滥用伊。当一个人有上帝好的温素，总是无爱用这个来造就教会的时阵，伊是咧糟蹋圣神好的温素。滥用圣神的温素，糟蹋圣神的温素，这是对圣神的大不敬。有一天，咱会因为这个缘故，受到上帝严厉的审判。当兄弟姊妹，圣神将温素，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每一个信徒，皆无有一项以上的温素。有人较济，有人较少，总是每一个人皆无拢有一项以上的温素，互咱会通来服侍上帝。每一个得救、顶头生的兄弟姊妹，拢会通得到这个温素，也因为得到这个温素，伊会通来服侍上帝，会通来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会通来参与伫教会的事奉，一个健全的教会，拄拄是通过这信徒善用这属灵的温素、圣神的温素来达成。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咱今仔日所读这段经句，彼得讲了非常好，讲咱做信徒，咱应该有什么款的态度？伊讲咱大人得照所得的温素来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温素的好管家，这个管家讲了非常的好。温素互你，就是互你，是互你做管家，但是你毋是做主人。温素互你，你若好好运用伊，会通发挥功能；你若无用伊，那安尼这个温素就是无采去咯。如果你感觉上帝互我温素真少，你敢若通做小小服侍，那安尼就请你伫个你认为小小服侍顶悬来服侍上帝。咱会记住，透过咱看到迄个基督、迄个马赛克的图，每一粒石头基本上拢是小小一粒石头。咱若感觉咱所得的温素小小，讲咱我就莫做，欠你就袂使。咱的主捌甲咱讲，伫小的事顶悬若忠心，伫大的事的顶悬也通忠心。伫小的事顶悬不义，伫大的事顶悬也不义。但亲爱的姊妹，咱千万毋通做一个伫耶稣基督咱的主的面前，正做一个无忠实也不义的一个基督徒。我看见咱教会一些兄弟姊妹真心咧侍奉上帝，但是我嘛看到咱的教会中间有一寡兄弟姊妹，因为讨厌一寡人，因为过去甲有一寡过节，所以伊无愿意服侍，也无欢喜同心服侍。亲爱兄弟姊妹，这是艰苦心的代志，这是互圣神担忧的代志，这是圣神所无欢喜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轻视咱所得到的温素，尤其咱毋通将上帝已经互你的温素，你家放一边，无咧使用。若是你安尼做，你会亲像耶稣所讲迄个比喻的迄个领受1,000两的银两的即个萝卜。伊从这1,000两，伊讲伤少啦，人领5,000，我领2,000，人领2,000，我干领1,000，无够用。我将这银两该带伫土里。当有一天主搁再倒来时阵，伊要往你交涉，你着爱往伊交涉，伊要往你算账。迄一天，你会面对这个主人对你严厉的一个审判。上帝互咱的温素，是互咱伫服侍中间，咱得到造就。毋是要造就咱家己本身，毋是要互咱家己本身，互咱得到搁较大的名声，毋是，是互咱伫造就别人、造就教会中间，咱得到人生的满足。他亲爱兄弟姊妹，互咱逐人拢伫上帝面前来感谢上帝，通过圣神赏赐咱一寡温素。这个温素无论是大，无论是小，当你欢喜来领受、欢喜来侍奉的时阵，主讲：你伫小事顶悬尽忠，我就要交代你大的事。咱同齐用咱的温素，同齐来见证基督，来造就教会，来荣耀上帝。千千万万毋通放弃上帝互你这种服侍机会，上帝互你这温素毋通藏咧无咧用，也毋通因为你
讨厌教会某一个人，你过去甲伊有一寡无爽快的代志发生，所以你无法度甲伊同齐来侍奉上帝。咱爱记住，有一天，咱拢爱面对上帝；有一天，咱拢爱伫上帝面前交上，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遮尔济好物互世间人。为要拯救世间人，你赏赐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互伊死伫十字架顶，互一切信伊的人无至到伫灭亡，反倒转会通得到永远的福气。为着要互人真实通经验伫耶稣基督内面救恩的丰富，你阁找见圣神来做阮的保惠师。为着要互阮的性命会通参与伫你上帝国的工程，会通有份成做你的囝耶稣基督身躯的一份，你阁赏赐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赐，互阮会通用这恩赐来侍奉基督，来侍奉教会。阮感谢你所赏赐阮一切恩典，啊，爸，阮的上帝，阮要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做一个知影感恩的人，用感恩的心来敬拜你，用感恩的心来服侍你，互阮无浪费你互阮的恩赐。爸，阮的上帝，你的心意是教会伫厅内面来合一，要所有兄弟姊妹拢成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伫厅内面彼此服侍，伫服侍内面彼此相听。愿你怜悯，也祝福阮 CTPC 成做一间下伫你心意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